报告。今仔是泰雅儿中会要来咱教会来请安募款，总是因也没有无奉献地啊，所以有意愿要奉献的兄弟，请用咱的奉献地吼，咱的奉献地后壁有一位叫对外奉献，迄位写泰雅儿名啊，泰雅儿名后壁写经验就会使啊，这项先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好，这时请咱地板先开始咱今仔的敬拜，请走啊。是水会上耶和华的山，是水会徛伫伊的圣所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气，顺心无用虚假，就抓无用奸诈的人。这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阁要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这是来唱圣诗，圣诗110首，圣诗110首。学了阳光尊贵甲关系，请起立来念全首。
请议员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迄多人来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外上天，打坐咧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三个来启用，启用文伫圣诗后面第65篇，详细也是启示录21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引。我有看见新的天甲新的地。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声音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痛痛。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米拢换新。伊阁甲我讲完成啊！喙干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这时咱三个来感谢祈祷。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俄罗热听。我要求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过去一礼拜，阮所做的、所讲的、甲所想的，若无下主你的旨意甲教示的，阮愿意反省，悔改认罪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赦免，也求主搁一摆教育阮做一个主愿意接纳的信徒。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因为是桃园教会设教141周年的纪念日。下晡嘛，阮的单经济团队要奉立牧师就职的感恩礼拜，求主赐福气、稳定、智慧，互单传道，互伊伫未来牧会日子。确实照主吩咐来牧养伊的羊群，来得到灵粮养饲的把握。主啊，我要感谢你，也求主你引带保守桃园教会中职会友甲干事，互阮有福气甲智慧，清楚明白你教示的真理，会得到你的祝福，也伫你的面前蒙恩，坚守主要互阮的信仰。所行的逐项的事工有照你的教示。你所赐的恩典，甲你所定的旨意来行，佫会当荣耀主的名来归荣光互上帝。求恳求主你的干纳，也求主引带桃园教会会友，成做一个爱读上帝的话、爱祈祷的关怀，对主的工会奉献的信徒，为了兴旺教会，这会拢是阮所需求的。求主来造就，主啊！这时求你的圣手，嘛来保守身体有病痛的兄弟来得到医治，互因快快当恢复健康，心灵有创伤的兄弟，真正得到伫主内底的安慰，伫厝内读册、工作，也求主你甲因三角伫地，
保守因的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工作读册顺利，时时有主的喜乐来陪伴。这时也求你甲耶夫牧师三角弟弟，求主的灵充满，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会互讲的甲互听的拢得到利益。这时求主的圣灵当运行伫咱圣殿的中间，因带阮的敬拜对头到尾拢顺利，会得到主的欢喜接答。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43节到47节，记载伫和本166页，汉语本136页。《使徒行传》第2章43节到47节，这时我来念。众人拢行行，使徒阁行济济奇事成者。信的人拢聚集伫一所在，所有的物公家用，阁卖物产加价，照逐人所欠用的分互因，日日当心全部伫殿内，也伫人家擘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阿罗上帝，也得到众百姓欢喜因，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愿主赐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这时赞美才献到对，因个赞美的题目是来对我，来对我。
正道。亚父牧师今仔所要讲的题目是：逐工加添互恁。陈传道，还有赖传道，以及各位兄姐平安。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唔知讲对唔对啦哈。我是原住民，台湾族的泰雅族啊。那我的名叫亚布会友啊，亚布会友，亚布是我的名。会友是阮爸爸的，跟国外的惯性差不多了哈。那因为我们都是要冠父姓在后面。那我嘛是本地通人啦，我是住福兴拉拉山水尾头的故乡，马龙。巴林这社区呢，这个部落。因为是地缘的关系哈，有两间长老教会，一间是巴林教会，一间是就是我的母会啦哈，叫加拉教会。那加拉教会是一个整形的一个礼拜堂啊，一个传统的礼拜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到那个拉拉山那个传统的一个礼拜堂加拉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了哈？那有去过的。没有去的很近哈，大概从这边大概要2个小时多了哈，可以去走一走那刚好今天目前也是盛产，目前的话是田氏田氏哈，那可以去走一走。本身我也在我自己的母会哈，我自己的母会这边母会在印尼的时间即马是已经离开阮的牧会我的母会加拉教会从去年2月份开始搬去苗栗因为我们中会的事务所是在苗栗，那担任我们中会的总干事，那所以就在苗栗的大湖乡了哈那。庙里面拍摄，所以呢，我的台语爱讲伫遮头啊，再说下去可能会讲到我自己的母语了哈。我很努力哈，在前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用台语看能不能去尝试看看去分享，但是这样子讲下去，连苗栗就都已经讲到庙里面去的话就不对了求上帝怜悯了哈。那我想在以下的这个时间呢，很抱歉了哈。那对话台语我还可以去跟你们对话，当然讲到的话可能有比较深一点的，好，那可能没有办法在这边用台语跟各位分享。在这边也请多包涵。那当然首先我还是感谢贵教会能够同意接纳我们中会的困境。那今天由我来这边到贵教会请安跟募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因为我们中会目前有许多的小型的教会，那我们所谓的在中会里面所谓的小型的教会，那大概一间，那大概只有10位到30位左右。那但是我们这种小型的教会，基本上在我们泰雅中会里面就有30几间的教会。那中型的教会大概就是在50位左右了哈。当然中型教会大部分都是还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一点能力可以申请传道人。那么如果说算是大型的教会的话，大概在100位，80到100位左右算是大型。那就像我们如果说以我们桃园教会的规模来讲的话，可能我们中会可能要数，可能也数不到哈，也数不到。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在山区，在山区的话，很多都是这种小型的部落的一个聚会的一个礼拜堂。
那么因为许多的小型宗会里面有许多小型的教会，所以在经济上缺乏，所以当然我们小型的教会要聘请一个传道师是非常的困难。那同时，即便申请了传道师，那可能在总会这边，比如说像传福会啦，甚至他的劳健保，可能都也没有办法去支付。那越积越累之后，已经不是我们宗会可以去负担了哈。那么就单单以退休的牧者，他们在牧会期间所积欠的啊，在总会这边的传福会就有350到400万左右。那然而我们现任的牧者，也因为在小型的教会，那所积欠的传福会呢，虽然我们有刚刚讲的大概有30几间的小型的教会，也有一些有勉强申请有传道师的，但是也因为经济上的缺乏，那也一直没有办法去支付所谓的他们的传福会。那总共现任的也有600多万，所以加起来，传福会就有1000多万左右的这种的积欠。那就劳健保的部分，那也就是这样，从去年到去年积欠了200多万，跟那个卫福部，就是劳健保局健保局。那么我们也是很努力，每一个月那去分期，那给那个劳保局这样子。那也因为我们在每一年的施工的支出，当然我们有收入上也是不足的情况下，那也因为我们有一间教会。就是司马库斯，可能大家都比较熟了哈。那因为他们有在有经营所谓的共产经营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他们有部落的一个基金，我们也跟他们借资了大概130万，那也慢慢的在偿还，所以在目前为止的话，当然劳健保而已就还有100万左右。那其实我们今天来到这边请安，确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终会有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当然，许多连基本牧者的谢礼，当然要申请，当然就有它的困难。何况每一个月要缴交传福会跟劳健保，还有教会，更不用讲说教会还会推什么宣教的事工，然后大概就比较去编这样的预算，根本就没有办法。因此去年开始，我们就也尝试说写了公文跟写了一个报告书给我们的总会常治委员会，那看看能不能经过讨论，那能够通过同意，并接纳我们能够到总会属下的中会去募款。那感谢主，也就是总会常治委员会，那还有许多参与的一些各中会的代表。那他们也看到中会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总会成立了，在总会委员会底下，那成立了一个小组，那协助中会的我们中会现在困境的一个募款的事宜，那并准予我们从去年开始1年的时间呢，那到属下的5个中会去募款。所以今天我也打从心里面代表我们中会感谢贵教会的小会。以及长职弟兄姐妹接纳我们到贵教会请安跟报告，让我也有这样的机会哈。虽然我在自己的母会在拉山桃园哈，也都没有机会说其实到平地教会去时间去分享。那因为今天我是当中会的总干事，所以那没有牧会，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时间哈。我也到过其他的平地的教会里面去分享。那我想今天来到贵教会，也是本中会为这样的一个事工呢，今年也算是这一次算是最后一间的募款的一个教会了哈。那因为我们的时间总会所给我们的时间也已经到了哈，也已经到了。那所以我也在此恳切我们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的中会泰雅中会目前的困境来代祷。我相信你们的关心，
你们的代祷，上帝必天天的加给你们。那么在我们自己泰雅族的传统社会里面，那分享那就是一种生活文化很重要的一个规范。那如果少了分享，就很难在部落里面生活。那也举例来说，那在我们泰雅族的传统社会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重要的一个狩猎的一个文化。那当我们猎到的猎物回到部落以后，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家中自己去分享、自己独享，而是把整只或者是所猎到的猎物呢，带到部落的广场，那在那边切块以后呢，那就到每一家分享给部落所有的族人。即便猎到的猎物不大，但是只要每一户能够分享多少，那就多少。那这不只是一种分享，那在这里有许多的一个意义。那在这里也跟各位分享，第一个，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文化，也就是有一个相互帮补。那过去我们传统社会里面，确实在原住民生活社会里面，过去并不是用金钱去衡量彼此之间的这种价值，而是说，在我有的，我可以拿出来分享给你，也就是所谓的凡物公用的意思。那第二个，这个狩猎文化里面的意义分享，就是一种学习感恩。那我想懂得感恩的人，我想在部落里面，他是被人家所尊敬的。那人与人之间呢，也会互相的在那边支持。第三个，让我们学习知足，因为即便小小的一块肉，哪怕是一口或是一点点，都要觉得要知足，因为那是别人很努力的用满荒之力到山区3天或者是4天辛苦得到的猎物，可以说是他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就这么一口或是一块的时候，算是上天给他的一个小确幸。那么我们不能说就这么一点点啊！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下次可能呢，连一口都没有了，连一口都没有。那么我们也用这样的，其实在这1年当中，我们到各教会去请安，其实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心境，那来到各个教会。那我想，总会在设立传福制度的一个目的，其实就像我们泰雅族社会里面这种分享的这种意义，也就是为了牧者一生奉献事主，到了退休以后，不只是照顾牧者，同时也能够照顾牧者的配偶。那如果说牧者过世了，那么另一半仍然可以领每一个月5000到600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安息，到安息为止。那虽然本宗会大部分都有牧者都有加入传福的这个制度，但是以目前许多我们宗会里面我刚提到的原乡的收入确实有许多的困境，特别是许多小型的教会确实无法支付本身教会里面的开支以及人事的开支，所以以我们目前泰雅宗会虽然说是整个长老教会里面算是最大的最多间的教会了，不能讲说最大了哈，是最多间的教会，117间的教会，但是以目前就有19间是没有牧者的教会，那也有是14位呢，目前也是代派的牧者。为什么没有办法安排到这些19间这些无牧者的教会？也就是因为主要的因素就是教会收入微薄，没有办法聘请一个传道师，因为单单牧师的谢礼，教会就没有办法去支付了。
那而且目前小型的教会，即便有牧者的，那我们中会跟所谓的我所谓讲的大型的教会，大概在80到100位的这些的教会呢，那我们也跟他们就是大手牵小手，那能够去协助这些小型的教会能够聘请一个传道师。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这样的一个困境，不只是缴交传福会的负担金，以及每一个月的劳健保费，那么在他们本身的薪资，以教会一个能力来讲，这些许多的小型的教会确实没有办法，也没有很勉强的去支付他们。那么，所以许多我们退休的牧者哈，那特别在我今年，那就有一位退休的他牧会了快40年，他算是我们第一代的牧者哈，第二代的牧者。那因为他所到过的每一间的教会，几乎都是比较小型的教会，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去支付他的传福会，那还有他的劳健保，所以他退休的时候，那他也没有办法去支领所谓的传福制度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安养金啊。那因为他所待过的教会确实没有办法去支付他们，那所以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我们也同时为了整体我们总会传福制度的健全跟支持，所以我们需要各位弟兄姐妹的关心跟代祷。那么在圣经里面，类似于这样的互相帮助的例子也非常的多。那我也在这里先用旧约的利未记这个部分来跟各位分享，在25章的35节说：你的弟兄在哪里渐渐贫穷，手头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一同生活，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那么23章的22节也提到，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的角落，也不可舍取庄稼所掉落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跟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那么在利未记的信息当中，给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敬畏你的上帝，使你的弟兄与你一同生活。这种一同生活，也就是在彼此之间，在一个肢体里面能够互相的联络，互相的帮补，互相的关心与代祷。那因为有一个现象，就是在以色列当中的群体有许多的贫穷。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上帝给以色列的一个提醒跟教导，就是能够帮补他们，使他们与你一同生活。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样的一个清楚的画面，就如同禧年的一个画面，也就是要去除贫穷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精神，也就是要让以色列民当中呢没有穷人。尽管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他们也未必能够认真的去思考，或者是去执行那上帝这样宽宏的心意，但是以这样的理念来看，也确实是带给以色列国的一个品质，同时呢，也是带给我们现在的人类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也具有历史上意义深远。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初代的教会，那么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呢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那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跟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所以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圣殿里敬拜，而且在家中呢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上帝，也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么这处经文，圣经形容初代教会
许多的信徒呢都一心一意，没有人说他的任何的东西是自己属于自己，都是大家所分享共用的，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缺乏。那我想像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像我们泰雅族的社会里面这样的情境，我们叫做欧杜尼干。那欧杜尼干的话，它可以说是一个团体里共同的共识的意思哈。欧杜尼干，欧杜是一啊，欧杜是一，尼干是吃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是共识团，就是我们呢在生活里面不分彼此，那你的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彼此分享的意义在里面。那么我们从刚刚所提到，不管是从旧约的例子，新初代教会，那其实提供了以色列民、以色列百姓跟初代教会一副愿景，就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国家可以有着无私彼此的照顾、生命共荣的见证。那么照着上帝的心意，那么基督徒可以活在没有匮乏、彼此帮补的信仰团体当中。但我相信，在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绝大部分的牧者，确实非常的终身的尽忠职守。那在许多卑劣的环境里面，牧养群羊，宣扬福音。其实即便是到了退休，进入晚年的时候，身体跟能力逐渐的衰退，确实在我们自己的宗会里面，就以第一代的牧者、第二代的牧者，其实他们都是很勉强到70岁，那就退休。那因为在牧会呢，那至少在我们自己所生产的农产品，那可以提供给牧者他们的生活的所需。那但是到了70岁必须退休的时候，那么身体确实也已经比较衰退了哈。那以目前退休的牧者也有20年的中风哈，躺在床上，那也有10年8年的这样的一个中风都在床上里面，也需要人家去照顾。那确实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硬朗，那他们还可以继续做农的都有。那不论是退休牧者本身，或者是对家属来说，总会传福的制度，即便对我们自己来说，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确实是陪伴了这些牧者后半生的一个日子。那么在我自己的在苗栗大湖，那大湖这个地方有一间是天主教的一个礼拜堂。那么经常我送女儿去学校的时候，都会经过这一条路哈。那么会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感动的画面，那也就是一个80几岁的一个老修女老修女呢，那有一个大概年轻的大概30-40岁的修女呢，扶着她当然在他们的整个园区里面呢，那在那边散步推着轮椅在那边散步，你看到他们在那边对话。那经常每一天几乎每一天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这个也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去照顾他们的算是已经届龄的，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或者是说比较年长的那一些他们的服侍的一个人员。那我想这样许许多多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也都在提醒我们，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关心关怀，确实是可以减少悲剧的发生。那就像这一次我们台湾确实是一个海岛型的一个国家，几乎每一年都会有台风，就以单单今年的梅基台风也造成了东部不少的灾害。那当然山区也是有影响那也有影响。那就以这次最近最后一次的台风，那三立电视台也一直播了因为只有他们到那个地方去，那就是播一个我们刚好是三民教会，那不知道很近，就在大溪上来一点那一个教会的长老，那刚好他的整个家的前院，那一个篮球场
一个篮球场呢，那因为水量多了哈，那地基下陷，那整个那广场的部分整个倒塌了哈，那影响到底下的6户的住户。那像这样，那我们也第一时间的，那还有跟政府这边去通报，然后我们暨中会的那弟兄牧者在地的，那也同时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关心。我们也看到灾后彼此帮助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去怜悯他人，那我相信未来他人也因为怜悯我们，也能够也会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帮助这些为这些退休的牧者或者是前辈来帮助他们，那来自我们也必是蒙受人们的一个照顾。即便不需要人们来照顾我们，但是我们对关心弱势跟关心前辈，也是我们在生命品格的一个流露。所以今天我在此代表我们的中会，那也特别感谢这1年当中许多平地中会的牧者以及教会。虽然有的教会我们到过的教会，虽然也有是缺乏的，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纪念我们中会的困境，不只是减少我们传福的负担金跟劳健保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也帮助我们整体不只是我们中会以及总会目前传福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我相信就如同我们刚前面所分享的，我们自己泰雅族的社会里面，我们若懂得这种分享的意义，也就是学习相互帮补，学习感恩，学习知足，我想上帝不会让我们缺乏，而且每一天上帝必加给我们更丰盛更快乐。愿上帝丰富的恩典天天加给你们。那我也因为上一场礼拜的时候，我也分享了我自己，因为本身泰雅族了哈，分享一首我们泰雅族的诗歌了哈。那我也在这个时候，那我也带一首我们泰雅族的诗歌，那来跟各位分享。那因为我不是泰雅族里面，我不是很会唱歌的了哈。那不过我愿意就是说用这一首歌来感谢。那同时这一首歌的意义，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思念，我们不要忘记因为这是一种思念的诗歌哈，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要饮水思源，感谢上帝他的照顾跟他的带领，也呼吁我们所有的族人呢，能够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要去信仰这一位上帝。那我也在这里也在这里透过这一首诗歌呢，也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那在祷告当中也常常纪念思念我们。那我们也常常因为我们中会我们也会因为你们的关心跟带祷，那我们也常常纪念你们在这边所有的宣教的事工。唱这一首写拉曼思念的意思了哈，思念的意思。如果唱的不好听哈，请多多的包涵哈。有没有泰雅族的？因为上一场有泰雅族的哈，那个有，好在后面。而且举了2只手哈，就表示说我要唱得好一点了哈，不然的话会不好意思哈。那我唱这一首《新拉曼》。新拉曼，西木瓦来拉维，一大瓜拉么的水。Loka da sana he ke na ya vada kayan anata musa na inu loka da sana he ke na ya vada kayan hey ya new malakang sa huitan西那曼，西木瓦来拉维。不，我要加
一个不呢，也就是这首歌要结束的意思了哈。因为你没有加这个不的话，后面会一直唱下去，到明天后天，可能下午的风母礼拜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了哈。好，那我想透过这个诗歌来感谢，也感谢上帝他的带领跟保守，愿主纪念，愿主保守，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充满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让我们懂得去分享爱，也懂得学习感恩，盼望将你的恩典天天加给需要的人，以及懂得分享爱的人，让我们都能够天天充满在你的爱中。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来请圣诗374首，374首，听去救主出声在叫。咱请起立来因转手。明明真来做。
请坐，即是来奉献，请刘碧君执事甲简成执事。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即时来报告的大声，请来读今仔的经句。我读一遍，请会友来读两遍。彼得甲因讲：恁着反悔，逐人对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因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使徒行传2章38节，请。彼得甲因讲：恁着反悔。逐人对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因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甲因讲：恁着反悔，逐人对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因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使徒行传2章38节。即去看周报第一页，是咱服侍的时间表，请有参加服侍的兄弟大家来看。第二页是团契的聚会情形，甲教育部的课程，咱请咱的会友家己来看。看第三页小组，请各区的教怎么安排？各区的区域来参加咱的小组，甲咱的会友需要带导的咱这小组带导事项内底拢写真清楚，来为需要来带导。第六页奉献的，请会友家己来看，有电台的，咱来找咱的干事，还是找咱的职事来做经营。第七页消息报告。欢迎太下中会副牧师来回请安，正道甲募款，请为的事工来带导。来，老师谢谢。
第一项，十月初六是新月份的开始，请兄弟来留意恁的服饰。十月份的第月中日、中日王日泰，即事是黄文公拜六，李文贵是礼拜。即是来举行11份的庆生会，请念着名的吼，咱来个头前。若无念着名的，你也是即个月受请嘛，请来头前。陈根志潘金雪、陈高桃、陈秀芳、王万基、陈幼兰、李梦秀、赵淑英、柯阿美、陈淑贞、李金秀、李英灿、沈锦泉、陈祖德、郑丽香、简丽兰、李进忠、田宏春、林瑞淑、黄子伦、方秀碧、邱瑞杰、陈维民、陈立文、柯雅芳、洪子璇、黄秀娟、王淑芳、彭瑞云、许峰恩、梁静豪、赖淑芳、陈恩如、王振林、张佩佳、黄子燕、刘林瑶、黄李秋香、潘摩西、陈梅金、吴一芳、陈婉玲、黄运竹、刘子仁、李寻谦、黄亮渊、赵令伟、黄腾毅、林家和、沈承德、彭国斌、蔡乃平、林嘉文、于明业、郑雨桐、郭玉娇、黄德兴。请寿星来个头前。祝你生日快乐！第二项甲第三项是教育部要奖励上信用课程甲圣经会考的一个奖励，下骹这两项时间来交予教育部部长王立台长了。教会有举办一信用课程吼，鼓励各位兄弟踊跃来参加。这是要来鼓励这个期间踊跃出席参加上课的名单，请念着兄弟吼来到头前，咱请团队来颁发。林明正、苏优年、郑雅雅、王阿琴、黄月珍。头一部分是查经班全勤的部分哈。萧慈敏，另外吴丽玲甲罗庭轩应该有做工课，所以无来哈。还有成年主日学部分，还有苏优年，好。那计生课程有卢敏珍。
晋升课程。那其中就是苏优年有2个，有成人组织学跟查经班。那王阿琴有晋升课程跟查经班。好，以上，咱请传导了。都搬好了，一起照可以。都搬好一起照。那欢迎熊姐继续踊跃参加教会为预备的一些信仰课程。那圣经会考的成绩已经出来哈，那请在下个礼拜前跟办公室领取70分以上有奖励。好，以上，谢谢，谢谢。好，感谢各位部长和王丽台颁奖。刷的是团导部小组事工委员会。伫11月12号拜六下晡3点，后伫701教室要开会，敬请省略陈根志、赖金军、吴团兴、陈维民、于志平、陈祖德、林江洲、李庆忠、王浩杰、陈正燕、左显荣、刘明洲、甘贤、刘廷圭、陈瑞香、李文辉、嘉丁、钟少瑞、苏玉林、陈硕安、黄传俊、赵美珠、谢旭升、陈明浩、李正义请这几位准时来参加。游完11月12号下午5点，伫702教室要召开大楼管理委员会请以下人员出席参加。敬请省略嘉丁、林富祥、于志平、林江洲、黄传俊、妇产科甲 7-11新安宫王依礼。后主日11月13是月定的奉献主日，咱就来顺效上帝恩典，来奉献回应上帝恩典，来接受天顶来福气。下晡1点，伫701会议室要召开教育部的会议，请参加人员家己来看。下午14点至2点，伫701会议室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董事会，请董事来出席参加。会后刷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佮报资料，请你11月17礼拜4以前交办公室。袂当出席董事，切记要按书记来请假。来小会公告，今日下晡3点要举行陈根志的传道、牧师的奉历，佮就职的感恩礼拜，请咱会友踊跃来参加出席，来祝福佮代祷。较为着这项感恩礼拜，有几项事项要对刘兄仔来报告的，就是咱下晡咱的会友来参加，希望讲2点半以前，咱的会友就会当来进入啲教会吼。咱的座位是咱即卖头前这4排吼，对第2门的头前4排，咱是互来宾吼。咱的会友，咱坐后壁，这边2排是互迄个社学少，因为唱足歌。另外2边是咱的会友来坐。楼顶是请年长的吼，年长的长辈，咱来坐楼顶。加咱的其他会友，咱来坐楼顶。阮会后会将恁的坐软垫吼，咱来提起去。
咱中间有一项要请会友来进前来做宣誓接纳的时，请咱的会友对这咱三排做人爱行起来。咱的年长的会友伫5楼你就免落来，恁去哩就会使啊。其他的会友请来头前来。咱的成书单的后壁，成书单的后壁有一个三角的标签迄个标签就是咱会后会当换咱的纪念品，甲咱的点心一人一份无领双份一人一份。另外是咱服侍东港交通组伫2点，咱伫下晡2点伫下骹1楼，咱是正义执事来带恁来分配工作。另外妇女的招待组伫咱食饭煞以后，请咱7控1教室来集合，过来讲一遍咱招待组的任务的分配。这是今下晡感恩礼拜的情形咱社青有爱配合办公室王玉丽干事伫下晡咱会当先去厨房先食饭，煞咧就爱紧来咱4楼，咱来合作干事来做咱4楼的布置。然后教会消息，10月20到下晡中午12点半要伫705的教室要举行中职的训练会，请辛苦恁中职团结会长甲干部有缘有幸要参加教会事工的同工来参加，来共同来造就。主流幼儿运动会是11月20上午10点伫10点9点40分来报道迄天就要伫遐开始来举行这个幼儿的运动会。消息的报告，大专志工辅导的培训是听捌生命的故事，是王荣义牧师来主讲会友要参加的请伫11月19上午9点到12点伫中立长老教会。其他的消息，除夕副作室伫11月13中午12点伫701口是要召开互助社的理干事会，请理干事来出席。好，下骹请团队来做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亚父牧师伊代表这个泰雅尔的中会来到这只请安甲报告咱听起讲伊有报告泰雅尔总会目前的这种情形，所以需要咱的奉献侪来支持啦来支持，以及咱的代祷咱倒一届用掌声来代表咱的欢迎。好，头个亚父牧师伊讲伊的用台语讲了无好，不要紧，我是青年礼拜讲道的时阵嘛，常常台湾国语，去互下骹的青年笑，所以我头会当有深深的体会。好，一只要来介绍第一个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杨秀段姐妹，好，杨秀段，欢迎。接续要介绍的是这个心仪就是团队娘的妈妈、甲妹妹、甲伊的朋友，有来到咱的中间请因起立。因调工坐这后壁可能无要互我介绍，毋过嘛是我有看去。好，是咱拜五的下晡咱有完成这个咱教会的姊妹杨长阿友的这个告别式今仔日因的亲族、姨祖、长寿兄、长期兄以及美霞姐
有来到咱的中间，咱无拍破今仔日因买一只来致意。好，请坐。请咱嘛继续为着遗族，继续遗族来带导甲关心。以上一只做补充报告。上扬第391首，391首，俄罗天顶主宰。请起立，吟诗煞请姚副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在座的每一个众人同在。也求主纪念神的仆人今天下午的封牧礼拜同在，更与本教会设教131周年纪念礼拜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祝歌。电乐来倒。
平安礼，请陈传道来出席。一等下，咱平安礼的是，咱嘛特别甲阿友姐的遗族以及咱城内朋友来做伙握手讲平安，彼此祝福。咱做伙起立，彼此握手讲平安。